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中南部这几天一直咧拼大雨，今仔日总算是较停了。但是明仔载后日，因为科罗莎风台行去日北平，会带动西南风吹搁较强，所以这个中南部会搁开始来落大雨。若这个桃园以北是真热哦，会飙到36度。这个南部甲北部的天气是差真多。北部日头非常炎，气象局针对双北市、桃园市发布黄色灯号，高温可能超过36度，天气真翕热。不过南部地区对这个雷达回报度来看，透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短暂强降雨。即马虽然雨无遐大，但是水汽偏济，也是真无稳定。到拜四、拜五雨势会愈大。明天开始到周六这段时间的话，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仍然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到豪雨出现的机会。而且同时，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除了平地之外的话，特别是山区要特别的提醒，可能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一些。雨势在等到礼拜至才会减少，即摆也有气象专家讲，后礼拜可能风台生成，到月进入下一个风台活跳期。从周日开始的话，台湾地区处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那目前并没有资讯显示说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会发展一个比较明显的热带系统，不过气象局还会持续的观察。轻度风台科罗莎拜三拜四开始影响日本的天气，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风台上升的动态。气象局嘛提醒，拜四、拜五中南部一定要防范大雨，尤其是拄到大漏水期间，这地势较低的地区咧，也会淹水，要做好准备。